我諗住冒險一試。吉爾，你會走到黑板前將數字6劃掉咩？大聲朗讀。彩票。想中彩票咩？我哋睇睇有幾多人喺度講真話。我哋提出呢個諗法嘅目的好簡單，非常多謝你哋幫忙。你喺星球上好多人，當佢哋玩彩票呢啲遊戲嘅時候，佢哋心入邊大多數都會睇，希望我哋中獎號碼，希望我哋中獎號碼，希望我哋中獎號碼。重點㗎啦，記住，無論你係自己嘅號碼，定係俾部機幫你隨機嘅，其實都係你自己嚟㗎。但係關鍵不在於你係咪能夠選到中獎號碼，關鍵在於你要選擇數字。你會逐漸接受咁樣一個現實，嗰啲數字就係中獎號碼。你會為咗迎合數字而扭曲現實，而唔係反過嚟。思維方式嘅差異係巨大嘅，因為當你入去話我想選中獎號碼，我希望我能選到中獎號碼，我盼望能選到中獎號碼時，你就係喺度談論中獎號碼，好似中獎號碼已經注定咗嘅，但係其實唔係，仲未有號碼抽出嚟。所以當你帶住熱情去做號碼玩呢個遊戲，重點就係要俾自己知道，你可以令現實配合你哋嘅號碼，而唔係你哋號碼要配合現實。呢度嘅意思仲包括要明白，就算我哋嘅物理層面用物理路去理解，雖然你睇當中好多人都話想中6合彩，但係其實你睇對呢件事嘅熱情未必真係你以為咁高。玩呢種遊戲會令你喺當中好多人浮現出好多疑慮、信念同定義，呢啲都可以幫你處理你同財富同豐盛概念之間嘅關係。你哋當中好多人都係咁樣利用呢個機會。咁樣講啦，每次你去玩，只要你願意用結果，無論點都可以更深入嘅探索你同財富同豐盛概念之間嘅關係。佢喺呢個角度嚟講，你已經贏咗，因為大部分人玩呢個遊戲其實都係為咗呢樣嘢。我唔係話你唔可以贏，但要記住呢樣嘢同其他嘢都一樣。如果你真係對一件事充滿熱情，你就會將佢實現出嚟。其實大部分你睇唔似你自己想象嘅，對6合彩並冇嘅大熱情，反而你睇對自己真正熱愛做嘢嘅更加有熱情。6合彩只係你現實其中一個可以俾你機會去做你想做嘅事嘅方法，但未必係最容易、最快同最開心嘅方法。所以無論你幾時去買，都要明白冇做其實係想俾自己有機會去了解你同豐盛、你同財富嘅關係。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去睇，佢就冇問題。你會容許自己以一個中性代表你最高自我嘅狀態去參與呢個遊戲，咁樣其實可以話係會俾你有最大機會真係贏到。你同財富呢個概念嘅關係，我最近開始講解呢樣嘢，明白到你喺當中有唔少人喺探索靈性嘅同時，仲係心入邊覺得擁有靈性生活同追求物質財富係有矛盾。其實根本冇乜嘢事啊！一切都係財富，無論係靈性財富定物質財富，都係同一種財富，只不過用唔同方式表達出嚟。而當你靈性上擴展時，絕對冇理由要排斥物質財富。但係你冇為咩要咁樣解釋？點解你會覺得物質豐盛同財富唔可以同你靈性財富一齊成長？如果你發現自己對財富有啲矛盾或者衝突嘅關係，
或者有啲信念同定義，令你唔能夠清楚明白。其實呢啲都係同一樣嘢，唔需要犧牲其中一樣去換取另一樣。咁你就會容許自己等各種財富同各種豐盛嘅最啱嘅時機自然展現出嚟。無論幾時喺邊度用咩方式，只要需要去反映你人生嘅展開，或者你自己自然成長，佢都會出現。你睇到明白我講咩啦？所以當你買六合彩就盡情去玩啦，咁樣你就可以同自己對財富嘅關係接觸，進入你最想要嘅狀態，而你每一次都會以某種方式贏到，無論用咩方式贏都好。當你覺得任何一種贏都等同於其他方式啲贏，你其實就俾咗自己最大機會去容許豐盛嚟到你身邊，咁樣你玩咗其他方式都一樣。